共款嘛是足危险的，来看到愈来愈侪交通事故，原因拢是塞车或者是桥倒摆的人头伫咧看手机啊。假使若是以时速40公里来算，头看手机1秒，就差不多是无看到头前安尼塞车塞11公尺。新北市警察为10月起开始较严格要来处理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已经开5000件的罚单。含听青阳顶共款有人伫咧吸手机啊，假使若是无想要互警察开罚单，车内一定要有手机。车停伫路边，想要到一个穿乌衫的人骑车直直弄过来，安全帽鞋线甲龟头卡，斟酌甲看，原来迄当阵因骑车拿算手机恐怖的画面，阁有一个清洁人员工课做到一半，后壁的人共款骑车拿算手机尾甲弄掉，实在是有够危险的。如果你低头看手机1秒钟，以时速40公里来换算的话，相当于盲目行驶了11公尺。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，为今年正月到11月，塞车骑车用手机发生事故，造成受伤的就有295件。其中骑车发生的事故上侪占了一半。为着互同款的意外减少，新北市警方为10月开始加强了违规，才2个月尔，得掠着5000多件事故嘛，真明显变少。塞车骑车若手会摕手机就一定会犯法。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一，塞车耍手机罚3000块，若是骑车就罚1000块，就算是伫等红灯摕手机同款会罚。开车在路上或是停等红灯、手势方式使用手机，这些都是违法的，必须得加装手机架，才能保障行车安全。骑车要顾安全吧？停红灯的时候你会用手机吗？当然不会啊。为什么？这危险啊，而且规定啊。虽讲伫台湾目前法规规定，把手机放伫手机架顶会用，警方袂当抓。不过警方建议民众也是较遵守交通规则的，不管安怎，塞车骑车较注心的，才会当保护家己甲别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